講咗幾日阿馬杜羅啦，可能各位朋友咧都聽到厭厭地啦咁。咁今晚嘅關兒歌解碼咧就轉下味道，轉下題目啦。咁適逢今日係乜嘢日子咧？今日係2026年嘅1月8號。2026年1月8號。咁喺50年前，哇！真係眨眼就半個世紀過咗啦。咁咧就係呢個中共嘅呢個重要領導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去世嘅日子。咁周恩來咧喺呢個中共嘅歷史上咧，就的確係一個呢個不可或缺嘅人物嚟嘅。咁但係最大嘅爭議咧，就係佢晚年嗰10年，即係啱啱就係即係文化大革命嗰10年，佢究竟起嘅係乜嘢作用咧？咁就呢個爭議性好大。我舊年喺佢49歲嗰陣時咧，我就曾經睇過。我話呢個提起過，我話佢咧就唔係49歲，細49週年嗰陣時講過。我話呢個無論你點講，而家你點講佢都好，當時嘅中國人民咧係將個希望寄託喺佢身上嘅。咁嗰陣時，當時就係即係文化革命搞到最極端，簡直你如果係處於嗰個年代，你喺嗰度生活過咧，你都會感覺到一種窒息啊！即係政治上各方成個人真係好似窒息咗咁嘅，即係搞階級鬥爭，搞到阿爺晚年真係有啲傻傻地咁啊！搞到呢個人窒息晒嘅。咁當時咧，喺咁嘅窒息年代咧，大家好多希望，即係都希望聽到周恩來即係健在或者身體健康嘅消息。後來佢死咗之後咧，的確當時咧啲人係自發嘅，係悼念佢，因為呢個當局就唔準帶黑花，唔準開追悼會，唔準設靈堂，好多唔準嘅你。即係逢係講到周恩來3個字咧，就話要注意唔好俾呢個反革命分子喺度呢個搞嘢，將周恩來同反革命畫咗等號嘅，係咁嘅情況。我當時係根據當時咁嘅情況講出嚟咧，當時好多人咧係好即係好傷心嘅咁。點知就即刻有啲人咧就走出嚟，不要為幫兇講話咁講，唔好為幫兇講話。我心諗你識條鐵咩你？你嗰陣時有幾大啫？幫唔幫兇好啦，咁而家今晚我就要講呢個問題啦。究竟周恩來喺文化大革命中係幫兇呢，還係起其他作用呢？咁我首先我將我即係呢個問題呢，即係對毛周關係，其實呢就係呢個中共嘅歷史嘅一條主線嚟嘅。毛周嘅矛盾係中共嘅呢個歷史黨史裏邊嘅其實一條暗線嚟嘅。一直鬥其實就由呢個即係井岡山之前即係由遵義會議啦，如果可以講係前後一路到而家到最後，其實就係毛周呢個鬥爭嘅一條就係一條主線。但係呢條主線咧就亦若明若暗咁就乜嘢嚟嘅？咁你睇歷次中共
嘅歷次運動，即係延安整風、整教條主義、整乜嘢？其實主要即係周恩來當時喺呢個重慶又整佢翻嚟，係批鬥啊！咁啊呢個佢同王明兩個啊，所謂教條主義路線就係整佢同王明嘅。咁啊，甚至咧最後佢成立中央書記處三巨頭，就係呢個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連周恩來同朱德都排除咗。當時喺40年代喺延安，咁咧就，但係咧呢兩個人咧喺軍隊嘅影響力實在太大啦。當時係戰爭年代啊，咁嗰啲將領一出聲，就不得不喺呢個45年中共七大嗰陣時先加翻入去啊，咁就呢個周朱先加咗入去啊，咁啊形成個5人中央書記處啊，5大領袖啊嘛，所以叫做5大書記啊。咁後來咧，到咗解放後，即係中共建政之後，歷次運動所整嘅人，包括呢個一開頭就胡風啊，胡風其實咧就係周恩來喺重慶嗰陣時統戰嘅啊，係胡風，而且當時係呢個魯迅嘅一個得意門生嚟嘅啊，即係呢個周恩來嘅統戰對象嚟嘅，就整啦啊，咁跟住咧就呢個整嗰啲資本家好多咧，亦係周恩來即係嘅統戰嘅啊，咁啊到咗呢個57年嘅主要反右主要對象張羅聯盟啊等等咧，就係8大民主黨派啲領袖嚟噶嘛。呢8大民主黨派點嚟嘅咧？就係當年周恩來喺重慶嗰陣時，即係搞起嚟嘅啊！而且佢哋信周恩來多過信毛澤東嘅啊！咁呢班人又打倒晒啊！咁啊跟住一直都係啦啊！一直呢個仲有咧，呢個好似廣東咁反地方主義啊！反地方主義反乜嘢啊？其實係整葉劍英、整方呢班人啊！呢班人咧，原來呢個南方即係呢個華南嘅共產黨就係中共南方局直接領導下嘅啊！佢哋後來土改啊咩，咁呢個中共南方局咧嘅書記咧就係周恩來啊！所以一直咧其實咧就即係中共建政後咧就一直就係整周恩來嘅。一直係對等，而且當時呢個周恩來大躍進嗰陣時，周恩來提出反毛進，阿爺就叫做反毛進啊，咁啊搞到周恩來咧就要辭職啊，差啲俾柯慶施代替咗佢啊，咁啊當眾羞辱嘅喎啊，對周恩來啊，呢啲文章你寫唔寫得出嚟啊？即係柯慶施寫咗篇咩偉大咩總路線啊，點樣？嘅前進啊嘅文章啊，你寫唔寫得出啦？周恩來我唔寫得出，周恩來後來就以退為進，啊提出辭去總理，啊點知個中央政治局啲人就唔得，仲係要俾佢做，其他人做唔到啊嘛。咁到咗文化大革命啦，文化大革命咧就開頭咧就當然啦，文化革命嗰幾年。前嗰幾年咧，即係無流嘅矛盾咧就上升咗，因為咧佢搞大躍進，搞呢個三面紅旗，死咗幾千萬人啊嘛，咁啊毛咧就即係要退居二線，後來又由流嚟收拾殘局，喺7000人大會咧就根本就。即係要佢退居二線，根本就即係要佢公開檢討咁樣啊！咁啊根本咧就準備開9大咧，就設一個中共中央榮譽主席
就俾佢噶啦，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大權旁落，咁就所以咧就首先就要打到劉少奇先，劉少奇，咁啱啱文化大革命開始咧，其實就針對劉少奇噶啦，咁就呢個，咁當時咧佢仲係要拉，即係除咗揾林彪嚟代替，因為林彪係軍隊領袖啊嘛，咁就除咗林彪之外，仲要周恩來穩住個局勢，咁利用周恩來，咁結果打倒咗劉少奇、林彪以後咧，後來就搞個批林批孔，咁我當時江青話，我即係聽過錄音㗎啦，即係就話呢個今次呢個俾文化大革命，佢當時講文化大革命66到68年嗰幾年嘅，佢話係呢個更加艱巨、更加難。我心諗文化革命都打到咗劉少奇第2把手打到啦，點解仲會更艱巨咧？咁樣，後來先知道批林批孔就批咗周公出嚟，咁而且咧又趁呢個又整周恩來，就喺即係趁佢呢個尼克遜訪華，咁周恩來個威望喺國際上個威望咧就飆升啊！咁呢個毛咧就頂佢唔順，就內部要嚟批判周恩來，咁江青當時就以為哇，今次係中共嘅黨內第11次路線鬥爭啦，咁咪以為就整到周恩來啦，但係後來就發現反彈得好犀利，咁結果咧就毛咧就話唔可以亂講兩次路線，咁即刻殺停咗，就唔再批周咁，而且咧嗰陣時林彪垮台之後咧，佢毛澤東嗰啲喺軍隊嗰啲嫡系咧，又全部都呢個倒晒啦，周恩來咧喺軍隊嘅影響越嚟越大，所以佢唔敢喐佢咁咧，所以咧你即係分析一下整個過程咧，就睇得出咧，其實周恩來係起乜嘢角色咧？喺文化大革命佢就係起一個，佢本身係文化大革命嘅一個，當然佢曾經做過推手，啲人話係幫兇啦，因為佢唔穩住個局勢，根本就兩下就垮咗，但係咧，其實咧佢又係文化大革命嘅主要對象之一，而且咧佢亦係喺度反文化大革命嘅主要反對派嚟嘅，暗中反對派。咁鄧小平曾經講過，周恩來如果沒有他在內部起作用，記住聽住內部兩個字喎，文化革命嘅後果就更加恐怖。我咧就諗住點樣叫內部咧咁啱啱打到4人幫之後咧，啲人咧就講好多周恩來點樣保護邊個，保咗好多老幹部啊，咁的確係保咗好多，但係有啲咧，如果毛澤東點咗名嗰啲咧，佢就保唔到㗎啦，保唔到，包括劉少奇何龍呢班人，彭德懷佢保唔到，亦唔去保啦，佢仲好俾人印象好似落井下石咁。但係咧，你光從保嘅方面嚟睇咧，就即係唔完全説明問題嘅。其實咧，周恩來起嘅作用喺內部起嘅咩作用咧？就係一直喺度扼殺啲文革派。你當時咧就好你如果身處當時嘅環境，你就知㗎啦。突然關鋒黃力戚本禹，哇好威㗎嘛！喺中央文革話冇就冇，被捉咗起嚟，呢個其實咧就係佢
佢喺度起作用啦。咁跟住咧就到咗後期就文革嘅北京五大學生領袖聶元子、蒯大富、韓愛貞、呢個黃大斌、譚厚蘭五大領袖啊。咁啊，本來好威㗎，又做晒有好似聶元子做咗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啦，其他嘅都係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啦，話冇就冇，全部整晒啊！後來判咗10幾年添，嗰啲後事啊，但係當時咧全部捉晒佢，咁啊全國各地好似我深有體會咧，就係廣東同廣西嘅造反派，當時咧亦係。即係被整得好慘嘅，當時被軍區啊，俾啲當時嘅所謂保守派咁但係咧，周恩來喺呢個1968年7月27號嗰次會議咧，就公開講同康生一唱一和，佢話呢個係將廣東嘅旗派同廣西嘅四二咧講成係咩啊？講成係反共救國團結果咧後來整到慘啦真係，咁啊將造反派冚咗落去咁然後咧冚完造反派咧又反過嚟所謂落實政策，又冚咗嗰啲乜嘢喎？嗰啲保守派又冚咗，即係將文革其實做保守派造反派咧都係文革勢力嚟嘅佢先搞一邊又搞一邊。咁呢就只有周恩來當時先有咁嘅力量。咁到最後更加有一個咧，大家而家可能好比較陌生咧，就係捉516集團。516咧本來咧就係幾個人嘅啫，516兵團係北京鋼鐵學院有條友仔叫做張建奇，咁佢話佢嗰陣時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嘛，要打到周恩來咁咁結果咧就捉咗佢，後來被捉咗。咁但係咧到咗6970年咧，喺全國範圍內捉516兵團即係其實所有嘅各地嘅學生領袖文化革命嘅學生領袖，基本上一網打盡就全部係當呢個516兵團其實就子虛烏有嚟嘅根本就冇咁乜嘢所以咧就周恩來咧喺呢方面咧，因為佢化解文革勢力方面咧，佢係做咗好多嘢嘅而且係只有佢起作用好似搞到江青都冇咗符，好似捉咗呢個關黃戚咧，江青咧就耷低頭喺度喊佢因為咧周恩來毛澤東整唔到佢，就原因就係佢嘅勢力實在太大啦。一個係軍隊嘅影響力，另外一個中共嘅特務系統而家叫紅色特工，就係佢一手搞起嚟嘅，而且係從來都未放手過俾其他人嘅所以咧就周恩來係文革中嘅主要角色，就唔係幫兇，而係文革嘅對象同埋文革嘅反對派，最大反對派呢個我自己咁本來咧我掌握好多，我了解咗好多嘢，本來可以寫本書嘅，咁睇仲上帝仲俾唔俾時間我啦可唔可以寫翻本書出嚟即係可能大家就即係我今晚講呢個比較新鮮，即係睇佢係咪文革係咪咩就唔，以前就成日講佢係咪保個人，保個邊個，但係後來就俾人否定咗，話佢保係有選擇性就係有啲毛澤東唔保嗰啲，佢就仲打埋一份添咁但係咧今次咧我提出呢個觀點咧，就佢唔好淨係從佢有冇保人，而係從佢點樣化解文革勢力呢方面嚟睇好啦，咁總之咧就人都死咗50年啦咁但係始終係一個歷史人物
嚇，喺歷史上點樣評價佢？咁啊可能咧就而家好似我哋呢啲就經歷過文革嘅人仲在，可能到咗若干年後全部死光啦！我哋呢代人啊，可能有啲人就出嚟可能挖出更多材料、更客觀嚟評價佢啦。好啊！哇！今日咧就有個消息喎，即係話早幾日咧就成日講捉馬杜羅啊，下一個係邊個咧咁？咁啲人咧就話梗係哈梅內伊啦，伊朗嗰個啦。咁啊，究竟會唔會咧咁？咁就呢個咁啊，但係今日有個消息係咩咧？就話呢個可能今個週末啊，美國就同伊拉克一齊要解放伊朗啲人，解放應該用個引號嚟嚇啊！佢原因係咩咧？就係呢個美國嘅三角洲特種部隊呢個王牌嚟，今次捉馬杜羅都係靠佢噶啦。就而家現身喺邊度咧？喺伊拉克喎，但係中東伊拉克就而家係美國嘅盟友嚟㗎啦嘛。喺度現身咁就出現啦咁佢無端端走去嗰度做乜啫咁啊當然啦，就除咗三角洲部隊之後咧，咁其實咧你三角洲冇問題嘅，佢如果內塔尼亞胡要做咧，就真係好容易做嘅啫咁但係咧就伊朗究竟會唔會係點咧？咁就知啦就睇佢阿拉可唔可以保得住邊個啦？哈梅內伊啦。咁咧，而家咧又有一種新嘅講法喎。嗱馬杜羅被拉之前嗰幾個鐘頭咧，中國嘅特使習近平嘅特使邱小琪咪去咗見馬杜羅嘅咁話堅決支持呢個馬杜羅咁而家有種講法咧，原來咧就係中國已經收到風知道呢個馬杜羅身邊嘅人咧已經背叛咗佢，準備拉佢所以咧叫邱小琪去通知馬杜羅走啦咁我哋可以幫你走咁樣咁但係咧馬杜羅就拒絕咗，咁結果咧就被拉咗，就最後咧就俾美國拉咗。不過呢個消息咧，我覺得有啲奇怪。如果佢馬杜羅係提前幾個鐘頭咁樣收到風，知道邊個咧，咁佢就應該立刻採取行動。一個就捉內奸，另一個咧佢即刻應該匿埋而家傳出嚟嘅消息就係話佢本來有個碉堡式嘅秘密嘅地點啊嘛，但係啱啱未入得去就已經俾人拉咗嘛如果有幾個鐘頭時間走盞咧，佢就應該去咗，揸唔到佢噶啦咁咧但係咧就即係呢個消息係假真啦咁但係咧講明咧佢嗰個即係內奸呢件事咧，的確係嘅，而且甚至而家有啲人咧就話而家係佢個副總統，即係而家代總統嗰個女人就係呢個內奸嚟嘅，而且係出席過佢哋嗰啲會議嘅秘密會議嘅咁呢啲咧就消息咧就有假真嘅，亦有可能係特登喺度挑撥嘅呢個咁。但係咧就同睇佢美國捉咗馬杜羅之後咧，好似對呢個委內瑞拉咧就好似落指令咁一個要佢俾幾多千萬桶石油一個咧要驅逐中國、俄羅斯、古巴嘅軍事顧問，即係好似落指令咁尤其係魯比奧真係好似呢個太上皇咁但係咧佢就委內瑞拉嗰邊咧又冇嚴詞拒絕喎，咁先奇怪喎。咁究竟情況係點咧？而家都搞唔清。好啦，今晚都係唔好講咁多啦，因為講周恩來講咗一大堆好，咁就今晚嘅關二哥解碼咧就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再見。